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故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使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善哉八难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自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
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藏慈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两遍得超生，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领3地，拈花印证考3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五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3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使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3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缨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
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领3地，拈花印证考3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视窗往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吉普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间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劳木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浦东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劳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影3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使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就听贤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劳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抗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3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自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
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姓氏仪，陈雷安。弟子沈同舟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拨转，慈悲拨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自是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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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点燃师领任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后学今天导读到此，也祝福大家明天母亲节快乐，大家晚安。哦，祝福，谢谢李安主任慈悲，感恩护监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连任，各位护连任，
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明天天下母亲节快乐哦！对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母亲节，每天都男生的节日，每天都快乐啦，每天都快乐啦，每天都快乐啦。感恩，谢谢。只有母亲节快乐还不够啦，要365天只有1天快乐，很不划算啊。对啊，快乐就好了，爸爸不用快领任，乐吗？那你做的那个吐司那么好吃，我们南部没吃到怎么办呢？感恩，晚安。领任，再见你的喽。蛋糕那么好吃啊，我们南部的妈妈要吃啊。有，什么？晚安。要你看就好。宅配过来啦。